直播现场，或者是在每一个在现场聚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一起将我们旁边会影响我们敬拜神的，我们就先将它关闭，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就应该张开口，能够将我们的心敞开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手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神。主啊，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心敞开，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赞美你，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委身顺服在你面前，我们才得以开我们的口，我们才得以高举我们的双手，甚至我们才得以在你的面前委身顺服来服侍神。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恳求你拣选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心带到神你的面前，一起来领受神你满满的祝福。主啊，每一次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恳求你的灵就充满我们的心，祝福我们的生命，在前面的道路上能够为主你做光做盐，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祭品，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成为馨香的活祭，能够成为为主你所喜悦。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神，愿你的话语就亲自教导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了解、关心我们的教会消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关心教会的许多大小事情。那我们在这个礼拜，明天我们是大专纪念主日，那么我们也要一起透过伯恩牧师要带给我们分享，在大专中心他们现在所做的牧养大专生的工作。那也期待在我们的教会，在大专工作的工作上面的牧养跟关怀，求主赐给我们更多在大专生牧养的工作。大桥教会距离这个南台科技大学非常的近，那也感谢神，也带领一些原住民
特别在高雄都远道从高雄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神。我们求神来祝福他们，在前面的道路上能够继续为主做光做盐，也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陪伴大学生这些都到外地念书的孩子，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因此得着福音。我们一起为大专中心来做关心、代祷跟奉献。在明天我们也要举行这个重阳节敬老主日所以如果在观看直播的现场的弟兄姐妹，你的年龄已经超过65岁那你是基督徒，那也欢迎你们能够一起来到我们大桥教会，教会会赠送一个精美的小礼品来赠送给您，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也为这些年长者来祝福祷告求神给他们信心，给他们体力，给他们健康的身体。明天下午我们也恳求大家，然后也请大家能够为我们教会12名这些同工还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到大湾教会来做领袖21个领导特质的读书门徒训练课程，也继续在代祷中来关心我们相信，我们祝福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同工，为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做更好的、美好的领导性的工作，带领我们一起来做传福音、建造的工作。我们在这边能够邀请大家一起能够守望代祷。这个礼拜3我们会召开这个长职会议那也请长职能够按时参加。在我们晚上的时候的门徒训练新家人关怀学校，我们门训延迟1周了请大家留意一下。那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那我们用奉献神也要在祝福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继续为主能够做更美好的工作。那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个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基督徒学习在生命当中该奉献给神的，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很多的祝福。我们唱这首诗歌，奉献所有。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
保守你的教会，兼顾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分享生命难吗？你们觉得分享生命容不容易？分享你自己容不容易？有些人就开始会有一些反应，而且对，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哈。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愿意分享的人哈？在我们今天里面呢，我们一起要先了解，当我们了解抓住分享的时机，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如果以服务性的工作、业务性的需求来讲，如果你有更多分享的话，就是说你会去讲出你的工作职掌或工作的分内的工作到底要做些什么。那服务性的东西，只要你介绍你的工作，就会增加什么？增加曝光率嘛，对不对？而且会增加更多人的吸引力。那这个吸引力从哪里来？从你这个讲的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有人做业务他可以很快速的攀升；有些人做业务好几年都还是一样原来的岗位，他没有办法进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服务业或者是业务的需求上，会懂得分享、抓住分享的时机的人他会为他的工作带来很好的利益。那么对生命性的工作呢，譬如说教育、辅导、信仰跟医疗，有没有分享？要不要？要不要？他必须要抓住分享的时机啦。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就办了这个桌游游戏。这个桌游游戏它就是跟我们讲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平时这个游戏它一直都在存在我们当中。我记得从我大学就已经玩过这种游戏可是呢，当我再次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带动大家去亲自去操作过后，你会发现，带给他们是什么？是一种祝福。他们觉得好好玩哦。你知道老人家突然间，你看他的脸上有笑容，你会觉得这个游戏带给他的是什么？是一种祝福。所以呢，生命性的东西，不管是游戏也好，任何信仰、教育、辅导、医疗，其实只要分享的时机抓对了，它会带给人是救人的。好像我们的这个少崇是做这个复健的，对不对？你一定会时常去看到有人走路怪怪的。如果他跟你是好朋友，如果你不跟他分享这个时机告诉他怎么样正确的方法，他就怎么样？他就会受苦一辈子，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我记得我的舅舅有一次他来找我说，牧师，来为我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手举不起来。后来我就说，我已经每次都为你祷告，好像都没有用。那其实这个如果站在一个健康的观念，你就会知道说，帮助他怎么样矫正正确的姿势，怎么样训练，就是贴着背做一些正确的，怎么样慢慢的举起手，让自己身体保持正确的姿势。所以呢，生命性的东西，只要我们抓住了分享的时机，对人的帮助就会很大。所以我们一起说福音需要分享，福音需要分享，需要靠我们好好的去学习。需要靠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学习什么？分享的功课。所以我觉得分享很重要。今天我们一起看一段圣经节，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第18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好，这段话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活在世上要怎么样？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人。可是这段话这些重点不见得我们都做得到。而且呢，他继续说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觉得现在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是在这世代里面犯罪。为什么？因为世上有很多事情都会迷惑我们。所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险恶，所以我们更需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人一样。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谨慎行事？因为世代邪恶嘛。
对不对？电视打开有没有吸引你啊？手机打开就会吸引你了嘞。YouTube， 你每天如果仔细去把它想一想，你花时间在 YouTube 上面，在视觉媒体上面，可能都比你看圣经还要多啊。我们读一段圣经节，读一章，你就觉得好长哦，好累哦，要求你祷告，你就没办法。最近我的孩子他开始在安亲班，他开始在学校时间比在家里多，你知道吗？我问他说：“你在学校有没有吃饭？有没有祷告？”他说没有。可是他在家里面很奇怪，他只要祷告，他就会看着弟弟妹妹说要祷告。所以你会知道哦，那种时间啊，外面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过一个乐意分享、天天分享的日子不容易啊，困难，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世代的许多引诱我们的，就像这个是圣经里面是当时候有很多会有人醉酒了，对不对？那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就是什么？这个手机啊，所以我们一起说，我们不要被手机迷惑了。我们不要被手机迷惑了，特别是手机里面的很多，不管是什么样的讯息，可能会让我们的心有一些遐想的欲望的很多东西，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天堂要分享容不容易？很容易，好事情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它跟我们离得很远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分享世上的东西呢，容不容易？容易啊！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你每天的乐趣都是从哪里来？都从家庭生活，甚至从你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有趣的事情嘛。可是我要问各位，我们有多少时间去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份祝福？我们何曾花更多时间去跟人家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是什么？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说，我们的生命要为主所用。我们的生命要为主所用。我们的生命要为主所用。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的生命无法去分享自己？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分享你的时间？除了刚牧师所讲到的这些东西以外，我们先一起来了解。第一个，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分享生活？第一个难处是因为家庭、学业、生活的重担。好，我要问各位曾经有位牧师，他就在问他的信徒说：假如现在你就要离开世界了，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好，那他过了一阵子每一个人都很遗憾都跟家人有关的，就是叫什么？没有向家人传福音啊，对家人的照顾不够了，孩子还小了，等等。那这位牧师他又问了：那你们花最多时间在什么事情上？他们这些信徒就说：工作了。那牧师又继续问那么假如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请问你会不会因为工作没有做完，没有人交接而觉得很遗憾的？请举手。没有人啊，都没有人举手。现场没有一个人举手，但是很有意思，他们都安静下来。他们在想的时候，他们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照顾家人。可是他们投入最多的时间不是家庭不是家庭，而是工作。但又没有人因为工作没做完而感到遗憾。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也是如此。牧师花很多时间，我都会为了自己的工作，我都在忙碌。我也在想，我有没有好好的去思考我的家庭有没有顾好？你知道家庭是什么吗？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跟家人是有很好的和睦关系。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和睦的家庭带来的生命是很好的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人活在这世上，在生活当中充满了许多矛盾？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仇敌很容易蒙蔽我们，让我们看不见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时常影响我们身心灵最软弱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哇，圣经里面讲的很简单，可是我们好像很难做到，对不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哪里去？可以到上帝，可以就近耶稣基督的面前。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如果我刚讲说，分享生活，如果我们要分享生命，会遇到的难处，是因为家庭，是因为学业、生活、工作上的重担，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谁？交给耶稣？要不要？要啊！我们要学习，因为神说，主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啊，基督徒要不要学习谦卑？要。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学习，让人家看到他就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为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活出像上帝的样式？因为骄傲。人只要一骄傲啊，就算他好像在侍奉神啊，我要告诉各位，他的行为没有办法让人看出他的生命是安息的，他的生命充满了重担，甚至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劳苦。所以那个劳苦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牧师很常跟弟兄姐妹只要告知说邀请你一起来服侍神，可是就会有弟兄姐妹就很痛苦一样，对不对？可能希望他调整一下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好像要死不活嘞，痛得要死，有没有？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重担是要学习交给主，不是交给牧师啊，懂吗？所以当牧师邀请你来服侍神的时候，你要第一件想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不是说你有能力，你已经预备好了，你有来服侍你就很伟大，没有，每一个人都一样，只有愿意像耶稣一样心里柔和谦卑的人，你才得以负起那个恶，学耶稣的样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是有安息的生命，你才得以变成这样的生命。第二段圣经节，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加拉太书6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刚刚牧师讲说听牧师在讲说邀请同工来服侍神可能你会觉得很重担，对不对？可是我要告诉你，牧师会不会陪你一起担当啊？会不会？会啦。所以不要认为牧师好像没有同理心呐。你要记得，牧师会要求你，是期待你，让你的生命能够为主所用，让你不要得罪神，亏欠神的荣耀，亏欠神所给你的赏赐。可是你要记得，我也晓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的重担，所以圣经里面保罗他教导我们，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所以如果你有很重担，如果牧师要求你期待你一起来完成一件事工上的要求决定的时候，你要知道，牧师我很重担呢，我不会呢，你就说牧师为我祷告，我可以来怎么改变。不要拒绝牧师，当你拒绝牧师，就等于跟你旁边的人说，等于拒绝了主啊，等于拒绝了主，你知道吗？那多严重哦！牧师绝对不会随便要求人，但是牧师讲出来的话会不会带来祝福？一定会啊！我也期待我的话语是真的带来权柄的，它不是乱讲的，是神期待我们去做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期待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去邀请他来跟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先学习有一个彼此相爱、互相担当的心啊，这才是完全的基督的律法。我觉得基督的律法一定跟这个彼此相爱爱你的邻舍如自己一样，一定有关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们一起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一个愿意施舍的人。你是一个愿意施舍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愿意施舍的人，你就得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因为你是蒙福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先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就要刚强的能够为主做工，甚至能够去帮助人，能够去祝福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作为我们的榜样，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劳苦当中去扶助弱小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在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第二个，在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分享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有困难的第二个重点，是因为自己生命有什么？有什么？生命有罪啊！我们生命的罪在于自私、骄傲、不愿意的心。其实我们对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都是100%的什么？我再讲一次哦，我们对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罪人啊！我们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罪性里面呢。这个牧师期待某些人我看到某些人他需要怎么样突破他的生命我在讲话的时候，我邀请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一个人，所以当我讲这句话邀请他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什么？是我以我的想法就已经认定他需要这个，所以我时常在想，我做牧者要怎么样邀请人来服侍神，我必须要跳脱一个关系，我是不是站在一个自私的想法，期待这个同工来协助我，来辅助我的工作，而让我轻松，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可是要记得我们是要能够一起来同心与主同工。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觉得圣经的话很有意思腓立比书2章4节说什么？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要时常教导，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类似这样的生命观所以呢，在不论在教会外面或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单顾自己的事情想着说先把自己的单位、自己该做分内的事情先做好就好了。如果要再多做一点而且是百般不愿意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但你可以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包含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本性是不喜欢顾别人的啦。你要去顾别人，重不重要？重要。可是你会这样做吗？这好像有点难，对不对？尊重人家，有些时候你不一定要顾别人呢，对不对？顾别人顾多，人家嫌你很鸡婆，对不对？太过于多管闲事，对不对？圣经里面讲说是顾别人的事是别人是什么事？是他有需要的事情。如果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你会不会去帮助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罪性会拦阻我们去做什么事？去关怀别人，甚至罪会让我们不愿意去分享，会拦阻我们多走1里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人的本性。可是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邀请各位来看一段圣经节，在希伯来书第12章1到13节。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累的罪，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哇，你看，我们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的围绕我们，什么意思？在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多朋友，他们都摆脱了那个罪性，然后怎么样？他们都怎么样？走在前面，再怎么苦，他们都敢去面对，有没有？圣经里面就这样讲我们应当要卸下各样的重担，紧紧缠累的罪以坚忍的心奔向那什么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2节说，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喜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耶稣有没有先做好这个？有没有第一节所说的？有没有？当然，耶稣没有罪了，可是他作为信心的创始者了，他把那个什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哦。我要问各位哈，你们前面有没有感觉很喜乐？少聪，当你要从高雄来到台南，很累呢。骑车，今天骑车嘛，对不对？很累呢。可是你知道吗？有很多弟兄姐妹哦，他们搞不好隔个中华路很远，他们就认为说，哦，教会那么远了，我不要去了，会不会有哦？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哦，我们的信心是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那个喜乐是未来的祝福了。但是耶稣他甚至轻看羞辱，有人羞辱我们，他依然能够怎么样？那个苦难他照常还是去走了。所以第3节他说什么？你们要仔细想想，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顶撞的耶稣，你们就不致心灰意懒了。意懒了，哈，心灰意懒。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了。你们又忘了上帝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那些话，说什么？我儿啊，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所以我要问各位，谁是我们现在教会你们看得见的主？注意，我再说一次，不就是牧师吗？什么叫做教会你看得见的主？主哈，你把它想象不是说那个，就是把它当做主人呐、管理者啦。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记得每一次我只要听到某些人在告诉我他的教会牧师如何糟糕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说：“哎呦，你告诉我这些话哪天我给你什么建议到时候没有这样成就的时候，你换你来说我了。”而且呢，我要问各位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时常在讲你的牧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你会讲你的牧师，我觉得你也会讲爱你的上帝，信不信？会，因为你会觉得我的生命好像跟其他基督徒不一样啊，好糟糕啊，好苦啊，好困难啊，懂吗？所以牧师关心到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在他生命当中常常有这种问题的，我要告诉你，真的，在他生命里面，他没有办法像第1节所说的，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前面的道路他走不下去，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重担跟什么残累的罪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第5节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灰心因为什么？第6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就好像我的孩子，我是我家庭里面的什么主人嘛，对不对？我是爸爸，所以我要跟你讲，在家里面，如果有人会管教你，你要学习顺服。他责备你的时候，你不要灰心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我的爸爸只要在念我、责备我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都很讨厌我爸爸。我的心时常被他的一句责备的话心灰意冷可是当我看到这段圣经节的时候，我了解到这是主给我的管教，透过我的父亲，在我这个家庭做我的主人，他责备我，我不应该灰心，我反而更应该喜悦的什么接纳他所对我的话语。所以第6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孩子。我要跟各位分享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会认为说，牧师好像会打孩子，对不对？我是会打孩子的，可是我要跟各位讲我打孩子，你们知道牧师花多少时间在拥抱我的孩子吗？应该你们看不到吧？我会不会在你们面前抱着我，嘿 ，hello 一直抱抱？我会这样吗？不会。可是你们晓得，你们去观察，如果你的孩子
他会很喜欢看到你，就会爸爸好开心的。你就注意，通常这个爸爸他在家里面，他也会付出很多时间给他的孩子关爱。所以，当我们去了解，其实管教有很多种方式。可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第7节，为了受管教，你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忍受。所以这个牧师如果在管教我们大家，不要说管教啦，激励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你不喜欢，你也要怎么样？要忍受啦。因为上帝待我们就是如同儿女一样，哪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是不是？那我就要问了，难道我们来到教会都不听牧师的话？可是你说你会听上帝的话，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再骗我了，不要再骗我。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逻辑大家懂吗？如果你是一个愿意爱上帝、顺服上帝的人，你一定也要顺服你的牧者。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牧者当然他不是完全人，可是牧者他所做的每一项的教导，就如同神的话，在不断的在对我们做管教。第8节说，管教原是众儿女共同所领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什么？私生子，不是儿女了。再者，我们曾有肉身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会怎么样？爸爸如果管教你，你会不会敬重他？我要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牧师有很多经验发现那一种父母亲管教他他连理都不理甩都鸟都不鸟他的这种儿女通常他在外面跟人的这个待人处事往往也是怎么样？他也不会尊重别人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圣经里面说，何况灵性之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命吗？请问各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上个礼拜牧师教导各位这个教会要有一个文化，叫做什么文化？要有什么？要有什么？有礼貌对不对？教会如果没有礼貌对牧者年轻人对牧者都不会称呼都要牧师说，hello， 少从，你来到教会会不会叫牧师好？会啊。你电话打通的时候会不会叫牧师好？会啊。你不会打电话起来说，那个我今天要去教会你帮我开门，会不会？不会嘛，你一定会称呼人家。所以我觉得礼貌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所以即使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礼貌也是一个基本的尊重。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10节，肉身之父都是短时间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灵性之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凡管教之事，当时都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快乐11节说，都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经得锻炼的人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好的果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说，我的生命要结出好的果子，我的生命要结出好的果子，我的生命要锻炼出平安的果子，我的生命要锻炼出平安的果子，我的生命要接受管教，我的生命要接受管教。我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像希伯来书第12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把什么？下垂的手举起来，发酸的腿怎么样？挺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个礼拜牧师在跟一位同工提到，像我们今天所唱的一首歌《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歌词讲到说什么？副歌说：“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每一位站在上帝的面前教导、带领大家的敬拜团，当我们唱到这首歌，要不要举起我们的双手？要啊！当我们唱“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你说主啊，我的手好累好酸
我告诉你，就是这句话：你们要把下垂的手举起来，发酸的腿挺直啊！如果你不愿意，那我要告诉你，你的心是一个不受管教的人。求主怜悯我们，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的腿怎么样？不再脱臼，反而得到痊愈。我非常感谢神，一直期待我们的生命不要做一个被神所弃绝的儿女。我们不是私生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位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去牧养、关心，甚至有缺乏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为什么分享那么难？第三个问题在于外界的人事物对我们的影响，而让我们无法去做分享。好，所以呢，若我们的经验里面有越来越多那个很坏的经验，不管是在家庭或学校、工作场所，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你有受到别人的伤害，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心很容易会因此而受影响。那恳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路加福音第6章31节到36，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做。你们若借给人，希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再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是仁慈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要因为外在的环境，不管是人事物所带给你的影响，而让你无法去做一个分享的人吗？应该吗？需要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你想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不要去爱那些仇敌啊？要不要？那些仇敌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这个什么，这个爱。所以圣经里面很有趣连坏人连那个什么，连那个恶者罪人都会这样。你去借给人，有人借人都要借给谁？都要借给谁？借给那个信任的人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不信任的人呢，你要不要借他？我曾经遇过那个游民他真的来跟我借我真的想通的各尽的各种方法最后因为他死缠烂打，我真的没办法。最后我想到这句话，你们若借给人，希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其实后来我就想一想，我不期待了，我只希望他能够真正理解我所要跟他讲的。你要好好的去工作，好好的去把你自己的生命做好的检视。我今天帮助你，我下一次我不会再用同样的方式帮助你，但是我期待你要能够勇敢的站立起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是仁慈的。我们的上帝有没有仁慈爱我们？有，所以我们更应当学习像父一样仁慈的心去关心那需要的人。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礼拜3，我们也刚完成一个携手爱无限在大桥里的工作，能够关心这些弱势者、有需要的朋友。那也期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在荧光幕前观看直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管你希不希望你的生命，如果你期待你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分享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那么期待你。今天牧师讲了3个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无法让我们分享的问题，我们好好去调整好我们自己，把我们的生命全部一些错误的观念还有错误的方法，试着去把它调整看看。我们相信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恳求主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跟力量，也帮助我们抓住每一个可以跟人家分享福音、分享爱、分享资源，甚至分享你的美食哦。如果你很会煮饭，那我们学习把你的这个厨艺啊，还有你喜欢笑，把你的喜乐能够分享有需要的人。我相信有分享的生命，就离你的生命不远，也会祝福更多的人，改变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充斥的妒忌、欺骗，然后甚至是毁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期待我们的心也能够有仁慈的心。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累积许多的重担跟忧虑，害怕自己其实可以跟上帝更加亲近，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却因为有许多的问题，我们的软弱、环境的影响，甚至我们的罪，而忽略了我们是神所拣选、呼召要来完成重要工作的儿女，就是要把主你救赎我们的恩典与爱分享出去。主啊，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跟力量，时常透过灵修来认识主你的话语，并且透过祷告来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时时与我们同在的主，带给我们是有能力、有目标、有使命、有爱的生命。在这充满谎言的时代，让我们更有智慧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递美好的福音，祝福更多的人来改变这世代。主啊，恳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一颗更愿意分享的心，时常去做好的教导，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在我们身边的朋友。谢谢主，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来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美好的祝福，平安。